后来这段时间有收到3倍悬的店家甲头家人，明仔载开始会当到各大银行，或者是透过工会来换现金。行政院讲一定会让换现金的过程尽量来简单快速。领到3倍悬的人已经超过1200万人啊，消费嘛愈来愈旺。为明仔载开始，就要开放行李人到公股行库去换现金啊。 包括折痕啊、脏污啊，还有破损啊，你只要跟钞票一样是在可辨识的范围之内都可以进行兑换。3倍悬的使用甲兑换，一切比较纸票。兑换的行李人分做有统一编号甲无统一编号的。有统一编号的行李人提供口罩甲对领单，无统一编号的会使委托工会也是农业会代为对领。有关自营工作者准备好身份证，经过审核，卖使对领。 相关导引的人力，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说明哈，跟这个现场的告示啊，都已经准备这个就绪了哈。针对今日开始第2波3倍悬的注文甲领3倍悬，行政院嘛讲已经加强系统的功能，希望讲莫阁故障。